大家平安，很开心，在星期天我们又可以聚在一起敬拜赞美神，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主，你是我们的生命真光。主，你的爱是永无止境。 心中喜乐不住满溢，万物都向你呼喊，让赞美充满着你。黑暗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真光中我得着生命。你伸出大能双手。 释放你属天荣耀，就是何等的奇妙，与你同行何等美好，让生命真光照耀。我们现在向兄弟姐妹们互相挥挥手，打招呼，大家平安。 让我们再次从头来唱：主，你的爱是永无止境，你的爱是永无止境。主，你四面环绕我，你的爱是我苏醒，心中喜乐不住满溢，万物都向你呼喊，让赞美充满着你。 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真光中我得着生命。我们一起大声来唱：你伸出大能双手，释放你属天荣耀，就是何等的奇妙，与你同行何等美好。 让生命真光照耀。等一下，让我们一起大声的来宣告：主有你在，黑暗终究会过去。黑暗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真光中。我们再一次来宣告：黑暗终究会过去。 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真光中我得着生命。一起大声来唱：你伸出大能双手，释放你属天荣耀，就是何等的奇妙，与你同行何等美。 让生命真光照耀。主，你是我们的生命真光。主啊，我们渴望与你同行，让我们不间断的来赞美主。我们要大声的对你来唱。 感谢你进入到我们的心里。自从你进入我心，我已决定一生永不离开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引导我生命。每当我迷失在繁忙世界里，我总能听见你声音。每一步。 在我身边，有你风浪都平息。当我软弱，你赐我能力，你给我理由相信，与我同行，守住充满我生命，心爱神灵降
是我一生的满足。圣灵火焰燃烧我的生命，点燃我的心情，永远。主啊，我们要对你来唱，感谢你进入到我们的心，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一起来。自从你进入我心，我已决定一生永不离开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引导我生命，引导我生命。每当我迷失在繁忙世界里，我总能听见你声音。每一步，每一步你都在我身边，有你风浪的平息。当我软弱，你赐我能力，你给我理由相信，与我同行，求主充满我生命。亲爱圣灵，将你的路显明，将你的路显明。唯有你是我一生的满足，圣灵火焰燃烧我的生命，点燃我的信心，与我同行，求主充满我生命。亲爱圣灵，将你的路显明，将你的路显明。唯有你是我一生的满足，圣灵火焰燃烧我的生命，点燃我的信心。唯有你是我一生的满足，圣灵火焰燃烧我的生命，点燃我的信心到永远。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唯有你使我们一生得满足，唯有你使我们一生得着那真实的满足。我们再次献上感谢，感谢你，主耶稣。主啊，求你此刻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专心的来仰望你。主啊，我们深切的渴望与你有更深的连结，也更多的来爱你。主啊，求你让我们定睛向你，无论何时，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唯一的真光，更是所有的起头。我们要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主啊，再次感谢你为我们带来永恒的爱与盼望。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一起用祷告的心来唱这首歌。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万国万民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广场，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主啊，我们要对你来唱，你是世界的盼望。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
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主啊，我们要对你来唱。感谢主，让我们一次次感受到你美好的恩典。我们要学习更多的来分享、传讲你美好的福音，在言行举止上成为你美好的见证。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用使徒圣经来宣认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宇宙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圣女玛利亚出生，在本丢比拉多任受难，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得真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现在要进行奉献，请负责同工。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你是全能、全在、全知的神，你知道我们一切所需，我们相信你能照着你荣耀的丰盛，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主耶稣，谢谢你，你降临带来了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凡接待你的，就是信你名的人，你就是权柄做神的儿女。耶稣道成了肉身，开了新约救恩的到来，住在我们当中。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一起来用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教会消息啊，小会报告啊，圣歌队指挥邱信惠老师请辞，小会已聘请新任指挥吴美玲老师接续服侍。第二，各团契会计将2021年的年度的决算与账册于1月9号交予干事。第三，高永杰弟兄执政该公司产品黑糖道10箱作为北中平林教会课补班学童家庭北中会社部交友事工台湾神学研究学院教育员工以及本堂会有欢庆圣诞礼物原则上一户一包礼拜后请直招待桌上自取。第5点，下主日2022年的1月2日下主日是合堂礼拜，礼拜中将举行团契会长辅导就任。团契消息，2022年明年1月1日礼拜六开始，我们妇女团契时间调为每周六的下午4点，请姐妹们踊跃参与。还有一个好消息是，2022年明年开始恢复供应爱餐，我们开始。圣经今天我们的圣经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2章15节，请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请。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在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18节，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赞美他。正道讲到芝梅牧师
讲到的题目，今天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10号，好，谢谢。今天是今年呢，应该今年的圣诞节比较特别，因为今年的圣诞节在一般教会传统是25号，就是昨天，所以很多教会呢，他们也会放在这1、2天来庆祝圣诞。那我们教会是在上个主日就庆祝结束。好，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别呢？其实很多教会会很执着在25号。25号其实它就只是个教会传统而已，因为耶稣其实并不是在这一天出生的。简单来讲哈，其实为什么那个时候教会传统会选25号呢？25号是在当时代算是一个冬至，冬至就是黑夜最长、白夜最短的时候。好，在这一天耶稣诞生了。耶稣诞生之后就是怎样？就是白日战胜黑夜的开始，过了冬至就是光战胜黑暗的一个开始。而那个时候呢，这个节日是当时希腊罗马帝国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他们在敬拜一个叫太阳神。好，所以后来教会整个传统上呢，就是以这一天来属于就是救主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是教会传统，但是圣经上并没有这样的记载。好，那实际上在一些圣经学者他们也认为，其实不是这一天，但是我们是按着教会传统在过这一天。那以我们教会，以牧师来讲，就是我们的节期就是提前过。通常我们比如过什么节都是提前过嘛，庆生也会提前庆生嘛，比较不会过了才在那边庆祝，除非是不得已啦，不然我们都是提前过节。好，所以从上个主日到这个主日，陆陆续续许多教会都有欢庆圣诞的一个耶稣诞生的一个活动。所以今天呢，我们依然来谈一下就是耶稣诞生的故事。一对贫穷尚未正式迎娶的夫妻，就是约瑟跟玛利亚，自从圣灵感孕，他们的生活就立即性的变化。这个圣灵感孕的神迹，并没有让约瑟跟玛利亚的日子得到改善。玛利亚还得面对那些有理说不清，甚至要被约瑟暗中休掉的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在那个时候啊，玛利亚被圣灵感孕这件事情，如果挪到现在来看，就是约瑟怎么样？哇，约瑟被戴绿帽子。好，约瑟被戴绿帽子，我这个老婆还没娶进门，她怎么就怀孕了？这是什么话？这样子哈？那我被戴绿帽了吗？这样。好，但是呢，上帝也很奇妙，他就在怎样在约瑟的梦里面解决了这件事情，对不对？我想在座每一个人对于耶稣诞生的故事都应该还蛮熟悉的哈，不管是看圣经也好，或者是每年耶诞我们圣诞舞会啊，有的时候都会演戏剧的时候都会呈现这样子。上帝很巧妙在约瑟的梦里替玛利亚解决了这个有理说不清的这个难题。之后，他们夫妻两个人还是一样过着跟平常一般人没有什么不同的生活。当玛利亚的肚子越来越大，好，心乳应该就很有感。好，今年的圣诞节心乳应该蛮有感的。当玛利亚的肚子越来越大，差不多牧师推估啦，应该也有7、8个月了吧。大概就在她7、8个月左右的时候，当时的执政者凯撒奥古斯都降旨，要全国人民回到自己的本族本乡办理户口登记。从加利利到拿撒勒到底有多远？在牧师查考的一些资料来看，从加利利，从北边的以色列这个国土北边的加利利海那边，拿撒勒在这边，然后一直到往南走到伯利恒。从拿撒勒加利利走到伯利恒，大概呢是台北到台中的距离，我们现在可能会很直接的想到，台北台中还好啊，好，高速公路开一下很快就到啦，对不对？博彦2、3个小时就可以给它解决了。可
可是那个时候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所谓的他们有所谓的省道啊，但是省道没有像我们现在的交通这个路做这么好，他们还是要沿着可能沿着水道，可能沿着市集，有市集的地方，你就想想看，你现在带的新乳从台北走到台中，走的大肚子的人通常没办法走。连续走太久，可能走就要休息一下。然后你要在走之前，出发之前，你还想，下一站的市集可能在哪里？你就要往那个方向走。可能它不是直线的，它就弯来弯去，甚至还有一些高低起伏这样子。好，于是呢，约瑟就带着已经怀有身孕的玛利亚，大概推估了大概7、8个月就开始出发，因为他们到的时候就已经生产了嘛。好，大概在这个时候出发。玛利亚她并没有因为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救世主，是上帝的儿子，就可以享有特权。我这个孩子不一样哦，我有特权，我可以不用去报户口，没有这回事，也没有出现一个什么神迹，可以让他们有瞬身之术，马上从台北好像小叮当开个门就马上进去，就变成台中这样。好，从拿撒勒开个门走进去就到了伯利恒，没有这样的神迹，没有这样的神迹让他们可以瞬间移动。他们必须要像所有人的一样，听命于当权者的命令，就是要去报户口就对了。对于一对贫穷他们贫穷嘛所以呢也不可能有什么马车之类的好，对于一对贫穷又就是怀着身孕的夫妻来讲，他们的生活处处充满了不确定啊。特别在最后，对不对？要生产的，伯爷现在应该对新乳应该蛮小心呵护的，对不对？好，可是现在要你跋山涉水，哇，这个生活处处充满不确定。好不容易到达了伯利恒，等着他们的不是设备齐全的待产房，更没有豪华可以选择的月子中心，等着他们的是又黑又暗又臭的马房。我们不知道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心里到底有没有这样子想过，就是我的肚子里的孩子这么特别，为什么会在这样的地方出生啊？至少给我好一点的客栈吧，让我好好的把他还生下来。怎么会在马房里面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在这是一个场景，约瑟、玛利亚，然后找到客店，然后马房这样生的，这是一个场景。当天晚上，另外一个场景发生在伯利恒的郊野。那个时候，有一群牧羊人在野地雇羊。首先呢，先有一位天使向他们报佳音，把他们吓得整个汗毛都竖起来了。然后他们开始慢慢心理上慢慢开始接受。天使跟他们报佳音之后，就有天兵天将开始出现在他们在夜空里面，开始大声赞美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神。然后呢，在天兵天将退场之后，这些牧羊人就赶快把刚才天使告诉他们的那个事情，他们就马上立即采取行动，就去找，好不容易找到了约瑟、玛利亚，果然看到了一个婴孩包着布躺在马槽里。他们看到了这个记号，这是一个有多少犹太人？因为那个时候只有犹太人在期待弥赛亚救世主的降生。当然有些犹太人还不相信嘛至少这是一个众多那个时候大部分的犹太人都期盼的弥赛亚救世主的降生。这个记号，为了要等这个记号，他们等了好几个世纪，上帝应许总算实现了。牧羊人他就将天使告诉他一切的消息、一些的事情、信息，就转述给约瑟跟玛利亚听。玛利亚在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段落里面，玛利亚就把这些事放在心里。好，当牧羊人离开了，整个从圣灵感孕到圣子耶稣诞生的神迹在此告一段落。约瑟跟玛利亚还有牧羊人，他们再次回到他们生活的日常，照顾孩子的照顾孩子，牧羊的还是要照样牧羊，每天的例行公事一样都少不了，吃喝拉撒睡没有一样是容易的，没有一样因着他们看见了神迹或是经历了神迹而变得更容易。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是不是也曾经
曾经因为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断重复的生活节奏当中，觉得好像，哎，好没劲哦！这种事情每天都在过，每天啦，每天但是跟打陀螺一样，以至于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期待上帝显出个什么神迹来刺激活化一下我们的灵命啊。特别是看到或听到有人在做见证的时候，心里有的时候可能还会犯嘀咕说，哎呀，怎么这样子的好事好像怎么都轮不到我身上啊？都是他遇见了什么什么机，都是他遇见了什么样的很特别的事哦，我都轮不到，好事都不会落到我身上。今年是2021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教会所有的活动大概都在这个礼拜就画下句点了。有句话说，数字会说话，在这一年当中，我们会开始统计。好，在年尾的时候，甚至到明年年初，就这段时间会开始统计，过去这一年来教会聚会、各团契聚会参与的人数啊，好，或者是一年以来教会的收支决算有多少，这一些数字似乎都在告诉我们教会的发展如何，或者是信徒的灵命如何。在工作上，我想各单位你们在工作上的人，应该也开始会有一些我也是点头，就是出缺型的统计啊、考绩啦、各种业绩啦等等了，就开始结算了。自己当老板的呢，好像以轩他们自己当老板的呢，也开始到了要结算，我自己今年到底赚还是赔？赚是赚多少，赔又赔多少？明年要怎么样去布局等等？没错。数字会说话，但是数字呢，其实也会骗人。如果说数字本身是相对的存在，那么一个人的生命不该是如此。比如说，牧师问一下哈，你们觉得在饭店吃一克1000块的牛排，你觉得很贵的，请举手。没有人你觉得一克1000块的牛排很便宜的，请举手。好，什么？你不举手了，好，当做你们没有去饭店，是不是？想象一下好了。有的人对1000块牛排在饭店这样子的一个价位有的人是吃什么？吃气氛的，有人是吃气氛、吃服务的，有的人呢很研究那个摆盘、装饰、调味。那有些人呢不喜欢那些。不是说不喜欢，就是不注重那一些，他是吃那个牛排的原味，这个它的质啊，它的本质，他不喜欢太多，不管是蘑菇酱也好啊，还是那个黑胡椒酱也好，我都不要淋，我就要吃它的原味，可能顶多沾一点那个玫瑰盐之类的。好，就算不去饭店吃，就有些人呢，但是对于喜欢就是吃那种。台语讲假丑霸丑霸华语我忽然不晓得该怎么说，就是吃一些粗茶淡饭，或者是吃夜市的那种吃习惯的，或许他也觉得说，甚至去饭店吃牛排本身就是一个浪费，我在夜市也可以有牛排可以吃，对不对？好，那种还有旁边可能还有快炒啊什么什么那种，吃起来很过瘾。好，同样是一块牛排。我们都很难用一个数字去定义它的价值，那更何况是我们是按着上帝形象所造的人，我们又怎么能用某一个数字来定义我们的价值呢？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但是很不幸，我们常常会在数字当中来打转啊。比如说考试考第几名啊？考几分啊？收入有多少啊？刚才博彦医师猛点头，这个银行在那个年终奖金，大家就会来比了，对不对？哇，哪一家公司的年终奖金比较高，比较优渥这样子，等等的，或者是退休金有多少？我们常常会用一些数字来判断这个人的价值，就好像一个人，我们把一个人贴标签，上面有数字。贴数字看是要放在百货公司的橱窗里啊，如果比较贵，如果这边5万块可能还没办法放在百货公司啊，可能10万块可以放在百货公司，
可能是信义区的百货公司的橱窗，然后呢，或者是100块，就是路边摊人家捡的。明明是人啊，我们明明是一个按着上帝形象所造的人，却一个个好像待价而沽的商品。我们好像有的时候会期待的神迹出现，什么样的神迹呢？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希望我们马上经过包装可以更有价值一点，或者是有一个慧眼识英雄的人可以把我们捡走，好，把我们拎走这样子。我们常常希望能够有被有眼光的人选走，像我们找工作什么的，也是常常希望说啊，希望老板能够赏识我，对不对？赏识我知道我是一个好用而且非常厉害的人，希望能碰到一个好老板、好主管等等的。弟兄姐妹，像这样子，我们一个一个好像待价而沽的商品，像这样子的人生，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样的人生其实还蛮可悲的。感谢主，上帝赐给我们一条新的出路，他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变得不一样。对约瑟跟玛利亚来说，多照顾一个孩子，其实在那个多产的时代，那个时代就是大家每一个都是家里都是生好几个嘛，对不对？好，你多生一个少生一个，你养4个5个6个5个孩子6个孩子没差，不像我们现在1个2个可能就有差了，1个还简单，2个就有点头皮发麻了，3个就不用讲了。好，在那个多产的时代里，对玛利亚、约瑟来讲，就是他多照顾一个圣子耶稣，没有什么差别。那对牧羊人来说呢？天使天兵的显现，敬拜圣子耶稣，也不过就是1个晚上的事情就结束了，就没了。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神迹就好像昙花一现，船过水无痕吗？是这样的吗？因为他们还是过他们的日常啊，生活一样，没什么太大的变化。真的不一样？真的是一样的吗？其实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于他们把耶稣跟他们的生命紧紧相连，他们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反复思量，并且归荣耀给神。他们归荣耀给上帝，不是因为生活变得丰富有趣，也不是因为他们那个羊群越来越壮，越来越好牧，大家都很乖，每只羊都乖得跟什么一样，不是，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上帝对他们的眷顾。他们在自己很平凡无奇的生活里，默默咬紧牙根过日子的时候，上帝的使者向他们显现，耶稣基督就在他们眼前，他们是第一批见证耶稣诞生、见证弥赛亚应许实现的人。虽然我们可能觉得每一天都是过一样的日子，上班下班啊，有小孩的接送小孩，偶尔同事聚个餐，最近团契聚会很多，就是年终嘛，很多的聚会。每天过的日子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也没有什么神迹奇事，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领悟啊，在这么平凡无奇的生活当中，其实只要我们持续的把耶稣放在心里，只要我们持续的走在上帝的心意跟计划里，我们就是在为主做见证。什么样是上帝的心意跟计划呢？其实，就是我们有周报嘛，之前牧师有讲，简单来讲啦哈，这是简单来讲的，就是周报后面这边都有基督徒8要，对不对？我们之前也有分享过这个，就是我们如果可以持续的在这么平凡无奇的日子，可以持续的敬神爱人，持续天天读经，常常祷告，殷勤聚会，乐意奉献，领人归主，就传福音，好，然后服务社会，维护生态。只要我们基本上能够有用心想要做好这些事情，那么在平凡无奇、看似没有什么特别神迹奇事的日子当中，我们依然可以为主做见证。还记得上个月牧师有分享一个属于就是我们牧家的见证，就是有一个月一节牧师他那时候收入10万块，然后我们要拿1万块出来，看是要就是做11奉献，好，
然后因为如果要11奉献呢，那个月底，因为我们还有许多的债务要还嘛，在那个过程当中，11奉献1万块，然后那个月底子瑜子群他们那时候有学那个才艺的那个创作，就学费都缴不出来了，所以这1万块到底是要付学费呢，给他们付学费继续学呢，还是要11奉献？然后我们选择了做11奉献。那后来在接近月底的时候就有一个姐妹感动说，上帝要他拿1万块给我们这样子，然后学费就又缴了，他们又可以继续学了。好，这个见证还有印象啦哈。好，就在那1万块，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1万块，让他们继续学习的之后，我们的日子其实也并没有因为这样就变得越来越好，并没有。我们持续过着被债务追逼的日子，大概20年左右吧。好，那个时候的房贷，银行来问一下，现在的房贷利率多少？大概就好了，1.3，这么低哦。因为现在存款利率也没什么了哈，1.3的房贷利率，我们那个时候房贷利率是7点多，那个时候7点多，当然那个存款利率也是差不多高，可是因为我们也没什么存款嘛，因为开公司，然后很多东西都投入了哈，没什么存款，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那个7点多的房贷。然后我们不是后来公司就一直走下坡的时候，我们就又去借了2胎吗？那时候2胎的利率是20%，很可怕吧？真的很可怕。我们债务并没有银行，并没有因为这个神机，那个1万块的神机来了，然后我们就突然银行来跟我讲说，那个某某你们的利率可以调低一点了哦，或者是怎样怎样，没有，日子还是一样。被债务追赶的日子，但是那1万块是个记号，是什么记号？是上帝眷顾我们的记号，是上帝喜悦我们的记号。所以，即便在那样子的日子里，我们还是一路往下坡走，还是一样这么多债务的日子里，我们依然持续的11奉献。我们不止11奉献，我们感恩奉献、节期奉献，我们什么奉献都不缺，都没有缺席。最后过了几年之后，好不容易咬紧牙根撑了几年之后，我们还是上帝又再一次的出手，我们就把房子给卖了。卖房子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另外一个恩典的记号啊，有机会再分享。从那一刻开始，房子卖掉，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记号，又是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呢？就是一个我们被掳得释放的记号。我们当初是被债务缠身的时候，就好像被掳一样。然后我们把房子卖了，把那些债务都结清了，因为就是都结清了，就得自由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开始进入，也开始学习一个什么叫做基督徒的自由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把房子卖掉之后，当然就租房子住啊。好，租房子住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又领受了一个呼召，就是再生一个孩子，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子爱。子爱就是那个时候生出来的。如果我们没有房子卖掉，可能子爱现在也没有子爱。好，那当然可能我也不会站在这里。好，因为我们回应这个呼召，我们生了子爱之后，我们跟教会的一对夫妻，他们也是求很多年都求不到孩子，也是在就是我怀子爱的之前没多久，他们也刚好也怀孕了。上帝也在他们就是也做人工受孕，做很久都没有办法怀孕，后来也让他们自然怀孕。好，因为我们都就是刚好在怀孕的这个过程中，就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这样子聊。在很多的交通当中呢，他们就好意让我们一家搬进他们的家里去租，就是他们有一个房子，然后呢，让我们用很便宜的价格在那边跟他们租房子住。在哪里呢？在师范大学，就古亭站，捷运古亭在师范大学那里。那里的地段好不好？很好
很好，而且不是夜市这一边哦，是夜市那一边还蛮嘈杂的，它不是夜市，它就是住宅区这一边。地段很好，那个时候呢，许多的义节牧师还在上班嘛，所以呢，还有很多公司的同事啦，或者一些朋友啊，好，然后也不知情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有时候说，哎，你们买那个房子多少钱呐？哈，然后我们做房屋中介做这么多年，应该赚很多这样子哈。然后我们都说那是租的，他们说哎卖 gay 啊，别闹了，那一定是你们买的，有钱一定是有钱有闲啊，才会住那里，然后每天3不5时要往教会跑，好，很多人都认定我们是有钱有闲，然后因为我们又很开心，又过得很喜乐，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你们骗人的，一定是口袋里不晓得多少钱，银行不知道多少钱，然后在那边假装不想让大家知道这样子。真的是蛮无奈的，蛮无言的啦。说不是自己的房子，也没有人相信这样。其实我们的喜乐真的不是装出来的，就是觉得很喜乐。如今其实牧师在现在也是非常的喜乐，喜乐什么呢？其实许多的教会，我们常常跟其他的牧者有一些联谊啊、交通这样子。许多的教会还有他们的牧者都愁眉苦脸，特别在这1-2年。但是我们确实很喜乐，我跟义节牧师真的很喜乐。我们常常在牧者的聚会当中分享，我们在建成牧会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开心什么呢？开心的是看到你们一个一个从悲伤的里面走出来。不论是失去亲人的悲伤，还是在感情上的挫折，好，我们陆续都有一些感情上的年轻人感情上的挫折，但是你们愿意靠着耶稣基督重新站起来。也看见许多的人在身体在工作上非常的就是劳心劳力，有的是甚至在工作上被霸凌。那有些人呢是在不断的赚钱的过程当中，牧师看到许多人在职场上的工作的强度当中，不断的确定自己的方向跟价值。看见你们并没有因为想要赚得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你们依然过着是紧紧跟主耶稣基督连结的生活。上帝赐给我们得获财的能力，好，他也乐意把财富赏赐给我们。但是重点是我们不能因为赚了全世界就失去自己的生命，对不对？好，耶稣很乐意我们赚钱，他希望我们富有，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子就失去了基督徒的本质。牧师看见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在看似平凡、没有神机乍现的这样的生活当中，甚至还面对许多工作上、感情上、亲子关系上种种的挑战跟挫折。但是虽然你们面对这一些，但是你们仍然继续参与聚会，持续的委身服侍奉献，这一切都是在为主做见证啊。可能你们觉得生活就是这样，没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当你们在一路走来始终如一这样子的情况下，你们就在为主做见证了。看见你们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也看见你们的盼望不至于落空，也看见耶稣基督的爱在你们的身上已经浇灌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了，使你们在聚会跟敬拜当中可以得释放、得安慰、得鼓励。牧师的喜乐真的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看见你们这样子，真的是超开心的，真的是超开心的。每位弟兄姐妹，你们在基督里的生命力啊，当我们在跟别的教会牧师分享的时候，你们的生命力都成为众教会的见证，让他们知道说，哦，原来还有教会是这样子的，哦，原来还有生命是可以这样子，虽然有这么多的难关，但是还是可以靠主得胜，原来是这样子的。你们确实在这个世代，在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你们都在为主做见证。我们都经历了耶稣诞生的神迹，以马内利的应许已经实现。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玛利亚的盼望，约瑟的顺服，牧羊人的喜乐，都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展现。只要我们持续的与主同行，走在主耶稣基督的道路上，那么我们就是在为主做见证。不必然一定要什么神迹突然发生，当然有神迹，那是上帝的恩典，那是上帝特别要给你的记号，我们要牢牢记在心里。但是即使没有那一些，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圣灵就是一个非常甜美的记号，不是吗？圣灵在我们里面，这就是一个神迹，这个神迹一直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自从主进入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就要决定我们的一生都不离开他。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要在这里再一次的跟主说：主啊，自从你进入我的生命，我就决定一生都不离开你。进入我心，我已决定一生永不离开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引导我生命，每当我迷失在繁忙世界里，我总能听见你声音。每一步你都在我身边，有你风浪都平息。当我软弱，你赐我能力，你给我理由相信，与我同行，救主充满我生命，竟然圣灵将你的路显明，将你的路显明，唯有你是我一生的满足，生命火焰燃烧我的生命，点燃我的信心到永远。是的，主，感谢主，感谢主。主已进入我们的心。自从你进入我心，我已决定一生永不离开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引导我生命，每当我迷失在繁忙世界里，我总能听见你声音。每一步你都在我身边，有你风浪都平息。当我软弱，你赐我能力，你给我理由相信，与我同行，救主充满我生命，竟然圣灵将你的路显明，将你的路显明，唯有你是我一生的满足，生命火焰燃烧我的生命，点燃我的信心，与我同行，救主充满我生命，竟然圣灵将你的路显明，将你的路显明，唯有你是我一生的满足，生灵火焰燃烧我的生命，点燃我的信心。唯有你是我一生的满足，生命火焰燃烧我的生命，点燃我的信心到永远。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赐下圣灵，点燃我们对你的信心，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一生来回应。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帮助，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让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免惊。一起来。求你使用我，主差遣我，是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免惊，总会惊，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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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一起吼！哦哦哦哦哦哦哦说大步走，嘿，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没样，总会样，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2堂礼拜到这边结束，大家可以互相请